呀，各位聽眾歡迎落嚟，邊啲靠近直播，今日啲錄音都唔想話啦。然後我就等之後介紹可能三個查某，有咧老椒啦，有咧是新椒啦，有咧是肥苗啦，俾介紹兩隻哈，這禮拜我先介紹老椒先，日本老姨歡迎。sorry，別記大家好啊。日本老姨來了。就是講抄我就是出咧，確定是。然後佢，但是等到 office 聽，就咪4字，但冇日本老姨就出嚟先，就講抄，老字牌。是 OK，當今我個嘅故聽到差唔多算老字本嘅男士頭一擺嚟日本阿伯。Hello， 日本阿伯，日本阿伯真係幫助下。Hello。OK， 歡迎。我和日本老姨叫車了。亂車都拍到我哋睇咩講 ？OK， 然後個我嘅新椒炒卤，康未破嘅，即係話香港人吐嚟。Yeah。呢名做老肥鳥，有呢叫咩？老鳥是老個肥 ，Yeah，you're right。老肥鳥咯 ，OK， 老肥鳥咯，問講實隻阿莫話，是看你好我錯。OK， 我 try my best。OK， 大家諗咩事？即係呢禮拜呢，我第一次住 suggest 下啦，住日本老姨。actually 是我剛剛 feel 咯，人講話緊咧，我人 suddenly come out 個人嘅 mother-in-law 嘅故事咯，娘嘅故事咯。你娘嘅故事啦。แล้ว所我講，哎，嗱，冇人嚟叫阿 John 做啦，可能講 for everybody to hear 啦 ，because 個人 listeners 本有查某，本有查甫人條，咱若是講查某人，嘛是可能有人 same situation 甲我人條，所以我唔俾互人聽本啦，伊也唔是 alone， 唔是干那啲人嘅 outside 呢，都有別人甚至伊人安尼款本，都是有安尼款嘅激氣嘅物件。經驗。所以，若是講是查甫本，若是講是查甫本條，你聽我人嘅故事了，你人我所就會學識學嘅話 ，pay more attention 啦，並逼你嘅boy feeling 本，若是講你冇講互你聽物本呢，你都聽幾粒嘛 ，because 即個故事呢，唔是干那你嘅boy 一人有安尼款嘅事，我人查某本條，無講逐個人安尼 happy 會談人家了好好嘅鳥嘅。所以我就是會講嗬 ，I mean everybody 聽了，唔通講criticize 人，唔通講我人無好心顧啊，成物本啦，個人有個人啦，若是講樣有人啊，樣 happy 啊，樣無食到飲，樣唔知攞 ，maybe 樣看衰我人笑我人啦。你無食到飲唔知攞啊？我人會使出來。我食香蕉啦。我食到香蕉啦。OK， 對，所以咱就咪這禮拜是咪好？但是講我唔知做鳥嘅人，我下禮拜講 complain 先不是。唔係，今日八刀人個對嚟講，佢就是這禮拜咱是三人是 Girl，what are you doing? Girl，我鳥插輪話 ，Girl，don't scratch，go 雞，go kitty toe。OK， 這禮拜呢，所以要講鳥嘅故事啦，是講要講，等陣我講完鳥去，就叫個講聲啊 ，out， 攏講話聲咧個字，講嚇。阿咗嚟鳥，可能是正式咗人嘅鳥啊，㗎，伊唔敢啊，我人是故講話呢，可能。Sorry， 拍死。OK， 所以你這個新椒是老肥鳥是頭一擺參加我人嘛？老肥鳥是按照吹掉我人嘅嚇。surf 咯 ，Google 咯，我是吹Penang food 啦，哎呀，阿三辣沙嗰個 recipe。了。我真係心垃圾係吹條咪菇。我唔知呀哦，我未記過啊。我是知呀，我 Google for food and then suddenly 彈出嚟咯。你我未都彈出嚟啊，成零嘅呢。我未都，你是邊個人啊？老朋友。唔是 Klang 嘅人。我都是 Klang 嘅人。OK， Pookie，sorry， 我看到 video， 人就我哋做咩一下？OK， 這個禮拜啦，學日本老醫生講成，關係這是做新婦冇應做，是唔是？
大家嚟就你沙丁嘅肝咧，做人嘅心骨真健康。做人嘅心骨真健康。呀，你肝咧就係咗。做咩事？我講學聲效。嚇，你講學聲。OK。做咩事做人心骨真健康呢？冇嘛，咱做人心骨嗬，I mean 啊，咱馬路教業來時啊 ，of course 啊，咱是嘛是要做一個好心骨對無？是唔是？So when 我 first time 教人來Japan 點先時嗬，我就丟到好嘅鳥啊，騙到我意思安尼甲你講啊。呀，做咩事你講下？教業來了，阿咪來？做咩事呢？就是騙個意思。啊！伊甲我講嘅物件甲了後，教我嘅物件甲了後，因啲咱毋捌做個人心骨嘛，咱頭一道伊教咱嘅物件甲了，咱嘛是相信甲了咯。相信甲了，咱嘅物件甲了後，伊講咪Japanese style 嘅心骨就要做安尼，看嘅物件甲了，伊講。伊講breakfast 啦，就要寫伊嘅衫啦，就要叫伊嘅名稱啦。伊物件甲了嘛是咱就講 OK 咯，咱做啦是要咱嘛做咯。寫伊個衫咪甲咱講不要緊啊，伊底褲伊攏叫你寫啊，甲你講啊。我特別爽啊！我哎喲死咯！講我食安尼大漢，我嚟買底褲，我都毋捌寫，當今特別寫嘛伊個底褲啊咪啊。即係 after that 時伊對美女嘅啊，伊講你寫我底褲無做，伊講垃圾個，伊講呢，咁佢起紅了就。那個是 the next time 叫我寫字啊，我個係杜蘭啊，我用伊個食半個杜，我個捏伊底褲係變起來，我咪寫起來哦，就這樣。然後我甲我 husband 講咯，就這樣。我講我食嗰啲大漢，我唔捌寫人嘅底褲啊，我講我媽都唔捌叫我寫啊，唔能講你媽叫我寫底褲啊，我白白打包我講，咪屬於即個物件，家己應該就寫嘛，就物件係哦。然後不要緊啊，然後伊。你到尾時嘛是，你無甲我甲隔壁厝邊人講話嘅喎，我就講甲我 neighbor 阿咪人講話個了後，伊聽到Juling嘅喎，呀，了 after that 時，我 neighbor 講，我唔敢講話了，你鳥Juling王嘅，講安尼款樣咋，個了走個了咋，走個了 after 時啊，你都叫你講食物件本，食飯你煮食阿咪啊，伊無介物件，伊邊下個了你湯魚哦，邊下你物件，伊講。用 very bad taste 講安尼款嘅。伊有講日本人話是講阿莫話，是日本人話你鳥。伊是我是星期嘅時候，我係日本話話都無講食好過啦，我有聽，我都無咩有講。咧伊參阿莫，都參日本人安尼款了，比卡比手安尼款，互我看咯。แล้ว我是日本咯，就咋？แล้ว伊就講安尼款物件，แล้ว after that 成家咧時候，伊就時啊，伊無講嚟 help 你嘅就。伊6點半，伊就要做歌星了，去唱伊卡拉 OK， 去食白酒咋？係咪早去唱卡拉 OK 啊？你鳥？伊排啲是卡拉 OK， 伊講去食白酒，伊聲介水，做歌星安尼款，介袂看死老幾擺呢？去食白酒就去飲下幾訂呢？看到我囝就請個好個亂安尼款，就又伊幫伊買去唱歌嘛。แล้ว咱就要養啦，囝都就煮食，就咋？煮食都不要緊啦，伊叫我摳衫互伊。咱嘛是我就嘅時馬路教人業偌久，我就袂曉摳衫，你知啦，咱邊啲個人係後面時時就無得印尼杯，加隻個咱嘛是學個另外查某來，咱就寫衫摳衫互咱嘅，咱嘛是來這邊嘛是安尼款摳爾咯。伊行咧曬，連我面都興我個了啊！伊講你嘛按照家事你摳衫安尼款嘅講啊，叫我幾摳過啊，了話烤咯，烤了去豆腐係紅葉面咯，呀，了講แล้วว่าอังตะกองอีก็เดี๋ยวกินนะชิ้นชัยอุดไล่ก็กุมพุ่งไว้มาเสียหังก็ตัวหันว่ามาขอไว้มาอุดสาบุญแล้วว่าก็เสียตัวเนี่ยว่าจูอีเจ้าตัวยังขี้ชูสาก็แล้วสักการจะเลยมอยชัยในคนอีสาแล้วอีไอ้อาสิหาอีโบอุดเอไอ้เชงซีที่อังก็อะไรต่างสิอีไว้กว่าเลยคือว่าอีก็please อุดไว้สาเขาไว้ใส่ว่าไม่ชุดมวยได้ในคนแล้วว่ากี่อุดหัวเย็นเนโร่แล้วว่าก็ขี้ห้องกับอีเนี่ย就ไม่รู้กะกี่สิ你唔通叫人啦，你講叫唔叫？家己就冇啥人嘅話，做嘅冇家事咱喎，ขี้ห้องเนี่ย就，แล้ว最嗰度密集嘅了面咧時候，咱去打荷咱嘅當天面是，咱去教路嘅咱那面咧時候，咱去吹咱紅啊，
迄時布吉阿音，甲你講一失蹤啊！你講我講話快，一失蹤較快，我係本來 train，甲你講。係咪阿音你講？甲你講啊，布吉阿音。布吉阿音，佢就是布吉阿音。啊，我係啱啦。哦。做咩事叫布吉阿音冇明白？幾部票冇人活嘛？哦。Saya mak Synergy. Lang kaya mak kong kami at least lu sai wa quy điệp la, à lu con quy điệp wa la. Mà si lu ấy, ít cho thiên lu wa quy điệp ấy, wa si wa lang lại mà tiêu. Wow, lang trên wa có bởi điệp tính khoai sit trong khí đâu. À, cả chia si cái hoa chia cái sit trong cái lục chơi bố yêu. 走去逃避啦。伊若一就。伊走逃避，若講掠到伊本樣，伊頭家己哋看頭開，上加有金橋安尼款嘅咋？你都冇意思呢？伊就食嘅話嘅，你冇意思，伊就使你，你嘛冇意思，伊係使嘢買喎，都係上頭抓嚟啊！伊，交入部機啊，有冇叫？我講。OK，แล้ว我出嚟即是唔是國家是當今嘅年代嘅有咩嚇？定得日本佬嘅年代是 OK。你當今我會問佢即係日本阿波嘅時候嚟呀？日本阿波呢？日本阿波是唔是嘅時候嚟？啊，是。對鳥人真好嘅是派。OK 啊，我鳥無半行咯。你做隻多啊？日本。無啊，無做這大，無做這大啦。特別因為你本無興迄種做這大。哦。一愛成分開嘅。啊，你講個人唔是咁了鳥本上啦，是講拄到你日本佬伊嘅鳥是真正成個人做故事是看電視機是看真正嘅鳥呢。可多呢嚇。你咪是你咪變先得啦。我先冇先。我先問先生，換嘛要俾換嘅嘛？地殼呢？即地殼咧，用手寫啊！地殼伊嘛是一幫叫，我一叫我講到俾做嘢地殼咧，梗係使朋友我先問先啊。梗係起行嘅，你係做一個你講嗱個頂啊，錢啊好頂嘅做物件啊。你就係啊食飯啊白白食啦哟，那sometimes我唔應啊，我就俾出去做物件啊，是話咩事哟？你伊嘛是扣多頂咯，講對唔對？伊扣多頂啊，伊扣一孫伊嘅物件，咁了伊幫我咁了夾去係去升個平衡路先，把到一幫條路，我路搬路，後咁了夾去多頂老河啊去扣嘅。梗係先俾聽呢，我就多頂嚟嘅，你扣大人嘅啊，必須都冇扣我嘅。即而家就是寫你阿冇讀嘅係一種啊，一直是條條係個 problem 嚟啦。伊是條條嘅，學你再講啊，伊是鳥，路是伊無 serve 路，伊是安尼款嘅。啊，我做頭嘅，你學晒話呢？你就要學晒話，我別使學晒路安尼款。我成驚咗，我做過嚟對嚟本咗，伊無互我困嘅就。伊講對來咧講我人食飯點聲，我人無點聲，你較好困。講我人對來時，你就要煮便反正我人個去餐對來要食了，你看伊人安尼款嘅咋？了 another thing 啊，我梗係建議。等日，日本佬等日燒掉聲，我學你老朋友講者，老朋友啊，你鳥好還是歹？我鳥啊，歹咯。歹本佬可以講下，本是老幾擺啊？小雜喎，講我聽講就 explain 就啫。我係鳥咧，你唔係實個買安尼碗你吹淡薄。我甲伊徛迄陣咧是阿艱苦咯。OK，等陣我特別 explain 佢係講嘅時候啊，巴生人甲頭嘅上手特別特別。你講一句話是上前面呢，我就翻譯啫。成日一個伊嘅鳥都就係大事啦。咱講騎啊，學緊話講騎啊咧，到底變領是叫你騎起來，都是騎啊，唔是叫大人叫大哈，變領我叫大。因為頂住禮拜時吼，唔是咱講翻幾個事聽咧，唔是頂住咪爭落禮拜時聽咧新加坡嘅，你咕咕啷啷講幾個事隻字人講，哎呀，少個背後聽啊，介前面講有嘅話，所以我對翻譯啫。所以 OK， 老朋友，你講你嘅你鳥做隻大是安怎？
伊對我講話人咯，食飯嘅時間伊無互我做陣食咯，伊叫我按芳嘅 food 啊，到啲 shed 啊 ，how do you say shed？後尾啊，後尾 garden 啊，嗰一間細細間嘅厝啊，where伊人幫伊款嘅 gardening 嘅 tools 啊，我人到食咯，家己一個人食咯。哦，阿咪，你家己特別去外口嘅食啊，你？呀！對，你嘅鳥唔是，你鳥是蝦米人？我嘅鳥係Belgian咯。Belgian 啊，Belgian 是蝦米國啊？福建話，是我別好。Dutch and French 啊，但伊是 Flemish 啊。是按照福建話是叫做咩？Dutch 是荷蘭啊。荷蘭嚇。OK，so 你嘅鳥是叫阿毛對啦。Caucasian 啊，阿毛啦。呀，對。你按照阿毛本考讀啊，阿毛本係Cinderella。哎呦，Cinderella 啦，你就是講你鳥無好路人做一節到啲到底要食物件，你特別另外出去外口誒一間厝間為你係咧人做咧gardening 嘅咧都是為即厝間為食。呀，對。哇，你解多了久？On and off 啊，我看有一擺是差唔多6個月咯，有一擺more than a year 咯，到1年咯。你解做隻大事都無通到底做隻食物件咩？無通最近食物件無通長水本啊。係咪你特別其實長水啊？但係無地事啊？無咯，伊講互我長一個月一擺咯。哈咪，安怎呢 ？Oh my god！ 哎呦，誇張。OK， 你紅呢？我紅啊，普吉亞音咯，普吉亞音。安怎呢？食啦你哦。OK， 你安怎無限食嘢咪是拉三？呀，冇辦法呀，對，拉三。今年若是來月經迄陣呢，是真正臭。喲 ，so 來月經迄陣呢，伊是甲我翁講，伊講加迄 drain 嘅 water 牆咯。伊人會，浪狗水。是咯 ，because 伊人落雨啊，落雨迄陣啊，伊有一個 drain 嘅嘛，伊人會 drain 好會收到迄款嘅 rain water 嘛。所以我叫你去用你落河水先，然後落河水係洗。呀，那 garden 那at the back 嘅 garden 度先啊。完咗我要試我都冇，你若是唔是你前先甲我講呢？我就是未相信嘅，但是我聽到別人甲我講。未相信。哦，我未相信咯。哦，那是我唔知聽到你前先講。話來啊。係啦，你這是幾年嘅數？哎呦，你問我。Last time 我 left 嘅 house 是2003。我前幾年嘅事啊，咁唔是1920幾年嘅事啦。唔是。哇，我前幾年了你會打鼾啊？冇安怎啊？我暑假條我係不記阿音。你冇夾電腦數，你不記阿音啊？是去教你嘅鳥病過啊？Last minute 有咯 ，last minute 真濟是how do you say Russian roulette？ 我解拍拼過啦。是，解拍過呀。然後你解拼你是講最近冇你解拼過哦？冇，我搬出來，我人家己搬出來徛了，所以我阿姑冇看到伊啊。哦，然後你平常時有去對哦？為啥個寫過年啊？寫咩事去對哦？對是無啦，有聽嘅故事有啦，因為我有甲我嘅 brother in law 你厝人別人咁樣 OK 啦，是干那你翁喺一邊嘅人咁樣 OK，干那你鳥呢？無啦，我鳥個有by brother in law 甲 sister in law 本相款啊。有咩是靠獨路啊？有我有一個 brother in law 伊是 military 嘅 staff 嚟嘛，做兵嘅對。所以伊本有 threaten 我咯，不要請晒你。呀，對。有事，安怎你冇馬打啊？我迄陣吼，我簽8我會不記啊，迄陣吼，
我是 illegal 你知無？我第 3 months 我對去我去 Dublin 那時去Galway Island 啊，個就背見你看一轉人看對起來嘅係 visa。哦，所以你就接觸一間3呢嘅貴先嘅 visa 嘅貴先嘅 visa 嚇呐。呀。แล้ว哎呦驚啦！แล้ว你當金你個出來多แล้ว佢安全啊無？安全了無？你我教你了嗎？嚇！因為我咪你做咩事？你確你聽到個你讓確到你是阿未教人嘅事啦，還是阿未教人？一半阿未教人，阿未教人了，嗰時你看。嗰時你看，แล้ว你即個確到你嘅人是你嘅翁嘅病嘅啦，你翁冇做保險啊？你翁知唔知呢？知，安怎唔知？知呀。哦，你冇做保險嘅，冇去解除人講嘅係咩秘密冇啊？哎呦，有。你樣佢是在等醫本啊？呀。樣是唔是未需要你等人？因為我翁嗬，伊最近甲伊嘛強嗬，already 40 odd years 啊。40幾年啊？呀，40幾年。甲伊嘛大咗只40幾年。40幾年是阿公 call 咯，你是講我逐擺甲伊講。咪甲伊嘛最近徛，若是愛佇我咧就愛搬出去徛，但是伊直拖，講你幾驚啊 ？Give it a try，呀。哦，你幾驚？你是愛都是甲馬大，是甲女大啦。呀。哇，即刻咯！哇，厲害！แล้วOK，看你我覺得對你每女看者，先，那麼在 contrast 嘅佢每看日本阿寶美國人攞諗咪是要做這個話題，攞嚟告訴安尼 interesting， 一個日本阿寶呢，你講好嘅一邊嘅事，你鳥是日本人來嘅哦。我鳥本是日本人來。啊。我是感覺就一個人嘅 case 嘅，係冇想嗬。一個人嘅 character 咯，你水甲 feel 個老姨嘅鳥是唔是人嘅啊？就是係咪嚟？同我講老字輩啦。嚇，嗰隻係你，為何問題嗰隻是 normally young husband 嗰隻是講，真係細嚇，真係 mother 講人講啦 ，baby's mother's boy 嚇，媽驚咧。媽媽驚。伊袂曉分，蝦米是對，蝦米是即個咯。伊嗰隻，伊細人伊嘛好聽，伊嘛較濟咯。但是奇怪哈，你看這個老朋友嘅鳥來講，伊翁是甲伊嘛大40幾年嘅，所以伊是做只大40幾年來講，唔應該是伊嗰啲是比較細嘛較濟啊，唔敢講話啦，唔敢出聲。我看過灣邊個一個 reason 是蝦米事咋？因為成日做寄過來外國嘛，然後咱無後背山塔條即你若是就講你娘就講後背山平嘅甲布里路咩？咁了來。你厝人嘛，甲來拼過吼。哦，是咯。就是你看這咁了有時外國告訴人較用布里路人啊，就是講。OK，咱當然每都對日本老姨，你個物件講個超級歹，啊，咪是老字歹。哎呦，我若是講嘅故事啥，你講袂了。佢就未講啊，你講你話實是第一隻被當未大漢，你真正未相信，你講出來我聽下。你無講無人知我看。面我無咩愛講啦，下句就成時哦。嗱，當叫你鳥個調。understand 啦。你鳥個調。喺樓下去看電視機啊，㗎啦。我覺得你做真係多過啊。哇，多謝病。哦。我係賤你當然嗰個賤咯。我有賤啊，真係賤咯。我同你講，我是先來時哦，我直直點，我做迄個 silent treatment 啦，伊講我咪現啊。做咱人啊，human 啦，咱有 limit 嘅咋。我頭了啊，我爆炸。呀，你咪細頭一個囝咧時候，我就時候講就冇刷去啊啦，我教佢硬講啊咪，我講就冇我搬出啊咪。แล้วไอ้สิแล้วบาดูสิ่งข่าวอินเหรออีอังบาสิพังแล้วบาดูอีเกนจัง3ใบเอซุมพังแล้วกูมาว่าชุดแล้วเขาไปแซ่เตจิเลยแก่สิอีกองอีเหนียวไปคว้าซุนเกี่ยวแล้วจะใจปวดด้วยไหนยาวสิจะใจหอยก็จะให้ตอกกวยแล้วก็จะใจปวดชุดแล้วจะใจสิ่ง3ใบจะใจแซ่สีสาเลย伊都叫你講搬對來，伊講咧，伊講我娘做好囝來我厝，是我大門口啊。伊講我見孫，伊講我孫個了，會啲養
咁咧查某兵樣無後生，咧我去舊生去生落嚟後生可以樣嘛，咧咪有樣嘅精咯，咧講對嚟啦，講話我真係lonely，我無算，樣我人都查某兵㗎了，樣我人把路攞嚟打步兵啊，樣我try our best 嚟講咱咪假如面啦，伊是甲你講還是甲你翁講？伊甲你講呀？哦，佢教菠蘿酥嗬？教我翁講就知道。我買堆嘛，我死就買堆，我甲翁講，我講我買堆咧，我未打閒介意，我講係關。แล้ว嗰時我個時樣嘅咧，佢講嘢咧，家己嚟隨我嘛，佢門口位。แล้ว我咪聽佢講緊你看嘛上線，伊我都結成嗰件啦本嘢。有馬個好本啦，人哋人家己都冇馬。嗱，一啲我買 trick 嘢你關你，我就講啦，當話或者 overseas 外國，咱外國冇馬啦嚇，你等於做個件馬，對。你特別個絲綢款咯。計佬都是俾等啦。是咯，咱就無錢人了嘛，是唔是？我等都是馬話面呀，咱尋上個路面啦，嗬。伊把 in return 啦，伊做路你看心計聽呢，計激心了呀。那個位生啥嚟啦？對嚟時，哇，攞禮拜呢幾好個路，為咗攞禮拜，伊多對嚟了。絲綢款出來啦。登路上個啲一年半呢，佢用伊登路上一年半呢，佢嚟用個聲咯。馬路頂落3個月啊，頂個月就是啲錢呀。我把路改到加起來，我俾我改回憶啊，佢就我加夾張去話機用 handphone 你 understand 咯。แล้วว่ามันสิ用福建話講話咯，對唔對？嗱，而家講話我是用講話咯。哇，一寄回來，幾拿到了，我跟夾張講話本啦 ，every time when 我 on phone 講話，一直都徛掉，夾差啲事，迄個老有錢啊呢，實個有聽啊，可能徛掉去聽我講話。แล้ว我嗰邊呢時我跟夾張咪是講福建話咯。伊起行起聲地咩話咪啊？伊叫我講very noisy， 伊講真亂，伊講你大個嘅日本話，你特別講日本話，伊講安尼款嘅咋？伊做個我頭殼聽到我半死，伊講哎呦，แล้ว我就嘈到對伊咯，我講亂到對伊，你家己嘅房間啦，我甲伊講，咋？你講你別使講福建話，你到日本你特別講安尼日本話安尼款，แล้ว我去杜蘭，แล้ว我唔明，我冇到對我講，you Prime Minister of Japan 啊，我冇要咋？呀，我講我外國人就別使講外國話，我講你 Prime Minister 啊，我講，阿姐，伊阿咩關呢呢？伊個搞吹數哈，伊幾歲啊？70個，哎呦，佢樣呢，伊多條金冇看白，甲你講啊。哦，是 robot 嚟。唔知伊真係樣嘅啊，甲你講。Transformer，是 Transformer 嚟啊。是 Transgibai。自擺都識比較做嘢要就，咱那時候一個路加速路咧時候，一就冚起卡電叫伊查我對來個了咋，咧到咱嘅樹可以查我樣聽面，咧一開始夾規人顯起安尼款喎。แล้ว去做結成咧好啦。แล้วว่าไม่รู้ลุยอัง嘅姊妹伊人個了 understand 路呢在買是人款呢，還是個了個開始是為嘛？搞了有樣係買啦，按照是 outsider 啦。對。伊按照講啊，伊就佢講嘛，伊就佢伊去教我囝嗰本嘅嘛，伊講你人特別聽阿媽話個字，講因對你嘛呢是 outsider 嚟 foreigner 嚟講，安尼款嘅細路仔吧，佢講話教育讀嘅，然後第啲時啊，伊個做家私做顯學下你看咧，伊就我個嚟讀冊嘅嚟罵我咯，因為你夠激我嘛，你看啦我嘛顯起。伊講你看佢咋？你不在伊查我哋對伊嗰時啊，伊哋紅險用伊來話，伊做伊花啦，伊個壓花苗，我都冇亂做。嗱，是講顯嘢人個人咧 active， 伊查我哋對伊，伊個話打起來。你咪翕 video 起來啦，翕 video 起來，學你即樣姊妹人看，特別冇用啦。樣個咧，樣為你 set，樣為你心入面再講就是對嘅，樣都冇即係去看伊情形嘅咋。伊就當做你是外人。講壞笑咪。我講壞笑冇人聽咯，壞笑冇人講，伊安尼搞做伊顯可能話包伊所以搞你假路，你翻去伊就話是你去打你啦，伊講，你打你都係講，改到做戲啊！人講一個顯一個打你，佢看咯，佢看，我講坐到戇，我講咩呀？แล้ว after ได้สิอ่ะอีดีๆ做上加一步啦做工安尼款好啊看佢咋伊卡聽伊夾擺者ใน款嘢
我翁若是去做工咧時啊，你看伊個活動啊，走來個走去做物件呢，我用我 headphone 嘅 video，我頭翕了，我叫我走，我驚看。哦，你翕啦？我翁看，別講安怎都吵。嚇，我翕了，放互我驚看嘛。我咪互我翁看，因啲安怎抄本是人嘅罵來嘅，愛到阮互人看，對唔對？對。你做係派做人阮啊，是講。我家己寫嘅。啊！我再批做人，把我買去幫手自己買物件本，แล้ว我互我囝人看，我講你媽特規講卡疼，阿爸有2點4時一白啦，帶一隻囝互阿爸樣看，嗱我互你看啦 video， 我阿爸去做工咧是阿媽安尼看呢，伊個 active 呢，我囝咁樣講，哎喲，咪說阿媽安尼看呢，你講，你個記囝，你是人知啦，伊個未係媽，伊媽死你腦啊，死人腦嗬。啊對，你讀叫我囝大漢了啊，又細我了啦，你知，頭殼手我做物件，伊媽罵我咩事啊？啊，又咁樣嚟頭殼手我，你看了咯，我無咧慘啊！嗱，冇話嚇我細漢時，我囝細漢時啊，我係慘呢，我幾年到了，直時候講我要離婚，我要對了，別打閒，but because of 我囝係識嘅咯，我打閒掉，我patience嘅。我是講，是我嚟講啦，我嗱時我未打閒咯。我就是該鋪過啊，該把人刀該拍邊啊電過。我估我驚細漢點聲，我該鋪啊面我驚好誒，對，嗨就見啦。所以我แล้ว我冇咩愛做咋，我真正別激氣，我別打閒，我就是跟我細囝走去家長嘅厝去住，安尼款啦。แล้ว你布記阿陰呢，伊無限正3擺1禮拜咧，一定要嚟隨路咧。嚟坐到堆，你坐到堆唔識叫咯嘅啫，仲你坐到堆起不正3擺啊，大佬講嗰你激氣喎。哎呦，你 OK， 當叫我個每到啲啦，即係老朋友嘅事啊，老朋友你大，你甲你嘅鳥搬開大就幾年啊？攞3年，4年，你甲你鳥搬開大幾年啊？差不多3年啦。差不多3年啦。一當劍 OK 啊啦，當劍正興。是講我不記啊，因個是講你是咩事？鳥。冇知呀。你直頭是冇插，你冇就冇計過。冇插呀 ，never turn back。啊，伊人是唔是冇暑假？你是等人嘅數？呀，有一半啦，有一半是講我是Asian 啦，我是唐人啦。無因為我鳥咧北甲我翁講吼，你會使揀你家己暑假嘅查某啦，but you have to wait 愛等到我死時陣你才會使咯。哦。即係我看伊即一對鳥是個啦 eye control 啦，嗬，為人特別伊是特別嚟見嚟看呢，還是干那一看你嘅叫樣呢？干那對我安尼看呀咯。伊是唔是第四項嚟見？冇，第2個哦。第2咁是第四項嚟奇怪，因為伊是成個買棒嚟看呢，就是硬硬唔加棒，伊是唔是你買你嘅鳥嘅即成個第1三樣嚟見？應該是啦，是啦，因為我翁，即係人是你看放未起啊，哎嘛，呀，你講你翁係咪？你講你翁係咪？我是講 that's why 啊，that's why 我冇講，我盡量會論就論啦，因為我嘛本有講嘛，你若是嫁互外國人了吼，是你家己揀嘅嘛，所以是你嘅 problem 了。個咧我嘛講吼，我人唐人咧是講，嫁出嘅查某囝咧是無插了誒。安怎本吼，迄是你嘅嘛本，伊講你愛着愛有假事，無吼較當互人講，你有厝人有假事，呀。所以我硬硬你哇歹做咯，我袂咯，我講聽，我是把人倒時間出來誒，就是話是。我甲你講吼，我一個月長一擺水吼，迄是本吼，迄是我翁長了吼，長了嘅水吼，我才會使長，你知無？Oh my god！你是咁你翁用過水流出來嘅水嘅嚟長，還是一寸嘅水後你長？一寸嘅水後，無流去。所以伊用了嘅水，垃圾嘅水擼嘅嚟長啊？呀！哎呦，即啊！哎呦，就要翕片啊，就要做老鳥嘅故事。
你再來結定交這個是叫做酷星年咯。呀，見到阿姑了。這叫做靠掛鳥啊，把當我去做就是靠掛鳥，就出這間啊，就叫這個 CIA 告訴我咯。哈，日本老姨。做乜啦？即係啊嚇，歪鳥嘅都是安尼款嘅，我諗係 Japanese style 嚟嗬，炸翼啊，是每口長了入去伊個白得前面對唔對？所以咱是大句啊，但對長後波嘢就，所以佢哋。了嚟留住位，伊就可以，伊後生甲伊順甲得長，甲了，就是伊 after 伊咧就是我嘅就，迄留住位咪是相款嘅，一條啲嘅就，伊就講條杯是我啦，一條啲去洗頭毛啦，甲佢伊白得大邊噶，所以搞我等嚟摘一點子時嗬，迄個白得大邊啊，伊個即個宣布嘅即個手邊甲了啊，伊布肌毛，伊頭毛甲了條邊嘅好多長。喲！啊，會啊！伊個條啲，我琴日提手我咪要啊。哦。留意，你未曉計倒水去流行得了，我覺得係個線去撩水。別喎，別講嘛，我諗係響嚇，伊個即個阿咩響，伊個即個啊 hot water 啊，抓水，別冇搞啲嘢，別冚伊別嚇，伊 heater 響，冇伊搞加或者 liter 呢，伊冇了，伊別出了就。哦。因為我哋kampung嘅西即個啊，反正就我今日長 shower 咯 ，winter 長 shower 啊，你看拎個大汗掉規轉轉嚟長嘅就，老婆啊，一條魚嘅就。你真係超款咯，你真係超款嚟啊！是咯，真衰啊！我被打喊我聽到看有，我那是拄着人嘅鳥，我可以別伊，我同你講聽過啊。喲，因為我未看咯，我當然聽就唔是講只幾間啊，就幾間嗬，我未看，就那是查某嘅聽講嘅看就鳥是屬於上個較平常 normal 嘅人，即係攞攞看嘅呢，即係日本留依家老朋友呢是真正特別嘅情形嘅啦，我看。攞是真正 extreme 啊，有類鳥冇講毒，我冇講毒嘅呢啦，我看。對唔對？你講，我係㗎是啦，我俾看你慢慢即係 not like that。我感覺可能是成成小強調咯，小強調啊！是咯，我想日本咯，相關咯。未啱嘅，安尼水拄就未啱嘅人咯，無緣啊，佢即個人無緣嘅啊。呢個只掉底喎，哦，應該掉底係掉底係個人，即係個人亂咗就，永遠被吹數啫。你自講，我嗰陣佢打鼾啊。OK，咱講到啲好嘅就成，咱講到我每隻日本人包款，你鳥是第一無好嘅事，有淡薄有無效嘅situation 嘅是啥物呢？是第一無好嘅是第坎坷嘅是啥子？安怎？我講白嚇。應該就我。冇幫行咯，是 so far 我借來了，咁一個嘅考錢人歡迎我咯，就請見我來日本嘅一禮拜，我就帶我去見人啊嘛，不一樣不像我想到日本老姨，我甘榜我日本老姨邊嘛，即我規甘榜人我來我娘就七八早一條等來看新鳥啦，OK 咯，所以冇大白餅，基本冇興大白餅，我鳥伊上個講個摩登曬去外國食飯啊，可能哦，可能冇相關，你靠以前靠看過面色嘅人㗎。所以我甲老姨講，可能如是個甘榜嘅老姨，我鳥是個東京啊，modern 嘅啊，無相咯。甲東京樣時無愛大家新婦，還是無愛告訴你。yang ai chủ yếu là chào bố啦，去學東學西啦，可能啊。奇怪咯，日本老語對起一個隻味湯到對，所以我就每到對是老咖啡啊，老之類老朋友啊，你嘅學你昂大是做一事啦，是甲你鳥大是頭尾呢計起來淡薄差唔多一年半呢啊，甲你鳥只。แล้วรู้โจลูกาเก็กโจรู้โจกับมัวซีบุรีกับลูกมัวซี嘅是รู้隨住講啊，ลูก嘅講到嗰個。我唔敢和我媽講咯。你驚人激心。過後了，有教我媽講啦，我媽講，我唔係和我媽講課嘛。對，然後未做半行啦。
對，未做半行咯。頭前擺甲伊講，迄陣伊真係無相信，你講你有假誒無？是毋是考毒你會鳥？是毋是亂講故事？我就是講，你講只看人看相信你，安尼笑一句，我看只你聽眾當然聽到，人本有較濟本無相信，但是我是相信你是我相信你，因為我聽 directly 聽 from 你呢，我較相信啊。但是講到別個人甲我講，你知唔知迄個老朋友誒鳥啊一季節嘛，還長一季節還長一季，但我特別無相信呢。我是冇聽到你對你前先講，我都冇相信。你知無？偌個理哦，長人嘅水，你知無？個理啊！我都迄是我嘅紅本啦。一本阿伯講。留意叫你可以啊。可啦，接呀。OK，thank you。แล้วว่าเราปีนี้ว่า本地馬來西亞本地不有乜鳥。我看有本啊，較濟長人我看。等人較實我朋友就有嘛，我聽到我朋友是本地安怎看到？佢睇疫苗病原本嚟，你知有知？佢性我朋友本性格本是真正定嘅咋，咱水拄着疫苗嗬，本是真正定嘅咋，未燒尿嘅咯，然後你眼都眼，幾部票嘅咯，喺這一些第二個 case 啊，佢講嗬，啲安個伊嘅尿啊。因為一搬出來咪甲伊鳥大了嘛，迄生第二個囝時啊，一個帶去帶老着咋，伊安個伊鳥一頭抱伊 baby 對咋，出來時伊咪去接觸，無通去第二個 baby 哦。喲，安尼佢打喊好我就離婚了啊！問題是我朋友伊家己親身嘅嘛，本無為伊咯。伊講上家甲 feel 嘛講咯，你是上家做爛事故啊，學論啊，係咪鬼啊？伊好甲無落去吹，伊去吹阿毛朋友厝啊，去邊大，吹伊大積壓咯。然後把你離婚咧，嗬，伊把你夾到一個囝呢，迄個囝嗰時啊心臟有病嘅咋。伊按夾一個，伊就去夾一個咯。哇！積啊，嗰個積啊！你我問即係日本佬伊，你講話你個你鳥個係咪講嗰次你講咱講點先會搞？你個講一擺，但是講未了個，反正咱個落過。你個講一擺，我聽你個你鳥嘅告訴過，係咪物件成個真正超寬嘅？真超寬嘅喎，是原啦。但講人買物件咪來啊咪喎，咱伊嘛是可以順樣食啊咪啦喎，咱我驚又嘛講咯。伊嘛搬咯，你話驚講，阿媽我媽會搬啊，伊講呢，伊就甲我驚講咩啊？你嘛免食，伊講嗰啲物件，伊講伊無甲咱上地 standard 食安尼款嘅物件，你就見仔表是話都對來甲我講嘅，伊講阿媽meaning伊講阿媽講啊，阿媽 standard 甲咱無相款嘅，伊講袂使甲咱白白食款物件，伊講咱後尾食去了去免去留互你嘛，先解聽啦，咱做個啥做牛做馬呢款互伊哦。我問你日本佬你鳥是唔是無是假如因為你唔是日本佬嘅時候呢？唔是，伊無是假，講我搶伊後生，伊就會甲我講嘅，伊就講嘅，伊若是講對阿咩事哦，伊講咩啊？伊講我後生若是講無夠因為點事啊？伊唔是安尼款嘅人嚟。講你變你咧。你叻伊變咧，係講我搶伊後生。我真係我冇聽過即個安尼可能告訴本來就係你鳥喺度放未起，咁就是講我係驚人就乖啊，叮當嗰時又冇錯都做冇嘅事，唔知就乖啊，學曬話就當機冇攞嚟變寬啊咯，是唔是你香港？呀。咱看戲啊，咱就講有影做戲講故事呢。咱是就講，原來你丟嘅點先啊？有影人講有戲白頂，就是有戲白開。有影 tell you in this world 就咁啦。哇，厲害咯！教嘅驚人，一到幾我未看即個老伴友，如果講另外一個，你成日講，我問你知係是以後你知啊？要成日講買好知係什麼啊？有一擺有一陣時咧，我甲伊就好啲拿厝啦，因為我翁吼去做工咯。你甲伊兩人做在多處？呀，兩人最近咯。所以我一早起吼，伊是泡咖啡，互我翁，互我仆囝飲爾。所以我咧，伊無暑假我吼，伊就講吼，你7早8早起來吼，你隨便了吼，你最好是去後尾。佢是去你 shed 呀，佢去你食你出國靠你出鏡喂。
呀，你是到啲kampung呢，還是到啲 city 喂 ？Autumn winter 本相款啦，我拿去到 B 掉啦。Oh my god！你這邊 coming 逃避掉。So 啊，我呀阿咪時陣啊，I去困呢陣咧，伊家互我入來呢。So 我翁咧阿咪陣咧未困呢陣咧就包淡薄bread 啦，ham 啊你看啦 ，for 我 morning 啊，bring over to the shed。安這咪你翁未講 ，Mary 這是我的寶來，你帶轉來無啊？哦，哎呀，未講你做啦，歹勢，真係歹勢。特別你寫條劇掉一半本啊，特別我唔知咯，我唔知喂。我唔知，我家己想看，家己做大波，但是我想看的是講，我家己有到底安尼經驗啦，我會安怎做？我看我每時會睇你迄個site 來看啦，邊個故事來看，每時看講啲嘢。我翁考啊嘴巴了，所以艱苦甲你講。所以你翁是往時歹做人嘢，得到5本啦吼。特別每時看伊鳥，是有咧鳥，每時我可能是做一個大，較就是。就較濟問題，若是無做一個大，你就較少問題。我覺得你較家己搬出來。迄陣本是伊是問我翁講吼，你吼愛 choose 我還是 choose 你無？伊講你看啦。哦。伊叫我翁 choose 嘛。哎呦，這啊！哎呦，若是講我這故事講未了，有影，這巴達就做第2出啦，我看。我看了budget啊，但我少看個 budget，若是各位聽眾，若是攏聽到這部，若是講再講你家己這故事是，還是巴達你家己，若是你家己，就是大波來講，你其實不記阿音呢。唔，我可能會來抄來甲我講看，你啲嘢到中嘅故事是安怎，巴達咱個就做巴拄過，咱若是咱問人講嘅咧，下這故事就唔是講。好笑就即啊！本有你去看出這本老醫嘅這老朋友對家己經驗過個事真即啊，所以都未就未想看，若是講人家己有安尼經驗來講，人問拉薩對家己一人，你趁找人家人講，尤其是迄個到啲外國嘅人啊，你無你對安尼可能你鳥安尼bul理，然後你翁也未講做啥濟來講，你要找住講啊，若是一人到個外國是佢真即啊，我看，所以若是你要參我人講咧，巴刀人寫 email 互我咧，巴刀是往個做嘅個一擺嘅事，叫做老幾擺第2出嘅事呢。Saga。我做啥個做一擺啦，我這是老幾擺頭一出啦，死我學我帶刀咪就老幾擺，我描寫幾擺喎，好你等陣子。I 咯。OK，แล้ว這個我個仔啷個有at least 咧，一本啊冇係咧好嘅鳥吼，你睇 contrast 嘅，冇看即啊，你成日講你聽邊啲福建嘅，你聽講嘅鳥，覺得是超級派。哎呦 ，OK， 今時啊，你嚟講啦，白打啷個直接講過，我看日本老醫家這個老朋友個有告訴過，我看。嗰一大堆個，我或者咱是把這個大堆嚟講，就今時啊，咱嘅特別嘅邊啦，日本老醫、日本阿婆加新疆老朋友。啊，把這人家到對來講過看，講到你把你告訴過啦，那幫下禮拜呢，過來到對來再見啦，各位聽眾感謝你人嘅收聽，加感謝我哋嘅嘉賓，拜拜，拜拜拜。